有一個經典嘅德國寓言係咁講嘅：有3隻青蛙唔小心跌咗入一桶嘅牛奶裏面，青蛙甲咧好悲觀就話：我無端端跌咗入嚟，我真係命苦啦！講完兩腳一伸，面向上喺牛奶上面漂浮，消極咁喺度等死。青蛙月喺牛奶裏面嘗試咁掙扎，撐咗幾下，感覺到徒勞無功，好絕望咁話：死啦死啦！長痛不如短痛，我寧願死過痛快。於是吸一口氣，沉咗落桶底，浸死自己。青蛙丙默不作聲，雙腳用力咁喺度撐，喺度撐。青蛙甲咧就勸青蛙丙就話：算把啦，牛奶桶實在太高，你永遠冇辦法跳翻出去噶啦。青蛙丙默默咁繼續喺度撐，繼續喺度撐，心裏面諗：我唔服，一定咧可以跳出去嘅。牛奶滑捋捋，好唔實在咁。青蛙丙三番四次都係兩腳咁踏空咗。時間一分一秒咁過去，青蛙丙咧幾乎想放棄啦。求生慾望咧卻令佢鍥而不捨，一次又一次用佢嘅後腿拼命咁撐，拼命咁撐。冇幾耐，牛奶越嚟越結啊！最後奇蹟出現咗，牛奶開始凝固咯。原來牛奶俾佢推動嘅力量漸漸變成凝固咗嘅牛油。青蛙丙同等死嘅青蛙甲，終於靠住呢個凝固咗嘅奶油咧逃出生天。但係好可憐，一早放棄嘅青蛙月就永遠沉咗落桶底啦。面對困難，似乎絕望，到底我哋應該認命，抑或唔應該認命呢？約伯從高處跌到落地下，面對極大嘅痛苦同埋逆境嘅時候，儘管佢從前係幾咁堅強同埋幾有信心，都敵唔過現實痛苦嘅煎熬。佢迫於無奈，不得不認命，咒詛自己嘅生日，甚至想放棄生命咁話。佢話：我厭棄性命，不願永活啊！你任憑我吧，因我嘅日子都是虛空。認命表示你感覺無能為力，唔打算堅持啦，承認唔能夠改變現實，唔再嘗試爭取或者解決問題。認命就係接受現實同埋命運嘅安排，逆來順受，唔再反抗。但係唔肯接受現實嘅時候，你會話咩呢？你會話我唔認命，我唔應該有咁嘅結果嘅。或者你會話我唔認命，我一表人才，應該有更好嘅前途。我唔認命，唔係我嘅錯，點解要我承擔後果？我唔認命，我仲年輕，仲有好多機會，點解我要英年早逝啊？唔認命可以係鍥而不捨嘅精神，可以激發你嘅士氣同埋信心，鼓勵你繼續去爭取，想辦法解決問題。唔認命有時亦都係一種執着，一種頑固。應唔應該認命？人各有志，各有前因，唔同嘅處境有唔同嘅考慮同埋選擇，唔能夠一概而論，話一定唔應該認命，或者話非認命不可。人生有好多事情我哋冇辦法控制，有好多發生咗嘅事唔能夠轉彎。你嘅性別、你嘅膚色、你嘅智商、你嘅爸爸媽媽同埋屋企人，生命好多事情都唔由你去決定。如果只係執着或者勉強去改變，你嘅人生就會面對不必要嘅痛苦，你嘅內心會不斷被你嘅執着嚟到折磨，每一日嘅生活就變成重擔，感覺好唔自在。或者認命使你感覺好似好宿命咁，其實認命亦都可以係一種接納放手嘅態度。既來之則安之，是好是壞見仁見智。我哋睇翻約瑟被兄弟賣去埃及，被逼做埃及人嘅奴隸，卻被佢嘅主人波提乏賞識提拔做咗管家。突
但係因為唔肯向主母嚟到就範，被主母誣告，無辜咁坐咗監，以為好絕望，獄長卻提拔佢，使佢管理其他嘅犯人。後來遇到轉機，幫助咗2位坐監嘅高官解夢，以為好快獲得平反，誰不知被佢幫助嘅人扶搖直上，將佢忘記咗。約瑟嘅人生時起時跌，冇辦法控制，最後佢替法老解夢而一登龍門，而且因此而祝福咗佢父親嘅全家。我哋睇到約瑟冇刻意咁去鋪排自己嘅人生，佢只係順其自然，隨遇而安，而且用平常嘅心態去應對每一個嘅際遇。表面上約瑟認命，但係佢冇怨命，亦都冇硬碰，亦都冇為自己抱不平。佢從容咁接受現實俾佢嘅角色，喺不知不覺之中，佢就揾到生存嘅空間，亦都漸漸發現上帝為佢配搭嘅嗰個人生方向。認命也好，唔認命也好，總要認定一樣嘢，創造你嘅主最了解你嘅人生。你唔能夠改變琴日同埋現狀，但係你可以選擇以積極正向嘅心情活好今日，憑住信心讓神同行，面對不可知道嘅明天。如果係咁，你灰心失望嘅時候，就有能力再一次企返起身，繼續前進。無論應唔應該認命，希伯來書嘅作者鼓勵你哋要將下垂嘅手、發酸嘅腿挺起來。